Hello，大家好啊！歡迎大家嚟到大師傅裝修公司嘅 channel，我叫 Edwin 啊。今日咧，我帶大家嚟睇下一個位於青衣清華苑嘅居屋單位啊。呢個單位面積大約400平方尺，屋主要求改造成2房1廳嘅間隔。今次呢個單位裝修風格採用咗簡約風嘅設計，非常感謝屋主對我哋公司嘅信任，選用咗我哋公司嘅全拆裝修套餐，連埋升級工程嘅。今次呢個單位工程項目咧係包括有更換全屋嘅鋁窗啦，更換客廳同埋房間嘅地磚啦，更換廚房廁所嘅牆磚同埋地磚啦，新安裝大門、房門、廚房門、廁所門啦，新安裝睡床、衣櫃、電視櫃啦，新安裝櫥櫃、浴室櫃、鏡櫃、玻璃浴屏啦。仲有廚房嘅假天花連埋 LED 筒燈啦，全屋嘅水電油漆連埋清潔費啦，連工包料合共382000蚊，我哋係絕無其他附加收費，以成為本。先睇睇廚房，廚房呢邊我哋安裝咗呢組白框嘅趟接門啦，廚房內籠嘅左邊同右邊呢，亦都安裝咗上下櫥櫃㗎。下方櫥櫃近窗邊嘅位置預留咗位置擺放洗衣機，廚房放置雪櫃位置嘅上方安裝咗儲物櫃啦。另外工作台面亦都採用咗灰色嘅石英石。嚟到洗手間，洗手間門亦都採用咗白框嘅趟接門啦。洗手間我哋亦都做返乾濕分離嘅間隔。喺淋浴區呢邊，我哋亦都安裝咗不鏽鋼嘅玻璃浴屏。而洗手間嘅另一邊亦都安裝咗鏡櫃同埋洗手盆櫃㗎。好啦，過嚟睡房呢邊，房嘅木門客戶選用咗木掩門。而睡房家私方面，呢間睡房係安裝咗嵌入式嘅地台床啦、書台櫃連埋倒頂式衣櫃嘅。第二間睡房方面，屋主同樣選用咗呢款木掩門，睡房家私亦都設有嵌入式嘅地台床，連埋倒頂式嘅衣櫃嘅。而床尾近天花嘅位置亦都安裝咗吊櫃㗎。過嚟客廳呢邊睇睇，客廳近單位大門嘅位置安裝咗呢組倒頂式嘅獅子櫃連電視櫃啦。單位大門屋主選用咗呢款深啡色嘅實心門啦。另外我哋亦都鋪砌咗呢款淺啡色嘅木紋磚喺單位嘅客廳同埋房間嘅。好啦，今集講到呢度先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